樟树啊，樟树啊，台南县的县树，樟树啊，台南县的县树，樟树啊，哦，人叫镇头到那边哦。西港清安公路绕境活动第3天，到远方那个正画面正中央。哦，啊，原来神教镇头是在这边绕。哦，神教镇头到达那座庙那里。你看，现在农历4月份，农历4月20号啊，所以那个稻谷已经有收割了。你看，还没收割的旁边还没有收割了。你看，稻穗一片金黄，有一番情灌溉，还有稻穗一片金黄。你看这个那个叫4月燥，农历的4月细尾燥。严寒的冬天，大概过年后出大年1月份，1月份就播种了。那个时候还很冷，春寒料峭，很冷的时候就插秧了。到了现在，你看收割了。